分享书看客家去强20年，有水起还主动的客家人，佢第一部天样搭错车就得到亲好的成绩，也新书分享。后来佢啲天样做到天师诶，拍个青岛的作品。2002年，佢拍嘅客家嘅第一出电视剧《寒夜》，也係由李橋先生嘅小說改編嘅。之後呢，佢也因為客家戲劇5成嘅粉絲得到金鐘獎嘅最佳女主角。今日就跟大家分享佢嘅故事。上到色彩很好哦，韩白马眼做得透透气呀，浅色优秀哦。看到也是青蒿，因为改迄演义讲客家人开天辟地的一个客家精神的一个故事。韩国嘅蓝莓是我做嘅，我知道嘅据嘅书底包就是激发嘅青蒿。蓝莓其实演义客家人的硬颈，他永远挺直的腰。是讲佢足够老，足够身体唔好嗰些，冇韓國佢寫滿字高神嘅時節，佢咪硬頸硬變落去，足夠酷，足夠用扮嘢，佢係呢挺直腰杆。我是去到，我看到嘅地方，我是去到動感通。怎麼搞了？怎麼搞？陸紅有福嘞，愛死你哦！陸紅有福了，愛死你哦！阿秀，怎麼搞了？怎麼搞？其實家下我們去到這個咩有的哈後生的哦，可是我知道你係有年代戲的話，你假髮戴落去啦，你整個妝髮是比較能夠幫助，所以我是知道唔驚我家下很後生的吼，要做到青老，我是講我愛落去執落去，可是嘅部戲我知道佢髮妝衣服哈都對我幫助很大。而媽認為呢部戲我對客家人較了解到。家姐啊，打你紅起來嘛？唔知嘅，我看到佢冇睡到你頭洗師傅啦，係唔係紅起來？主表人婆啊，我看佢呀青暗嘛爭出來，我出來嘅時候係冇看到佢嘅。佢哦，要準備練課嘅人啊，難怪要睡下覺。假如啊，你等下一興就紅起來，你講佢紅唔起來吼，就必須睡下覺的。客家電視台做嘅幾部戲，係完全冇強浪嘅富人家嘅角色，而係做一隻單親媽媽，甲下廖嘉怡，佢咪係客家人，可是佢唔曉講客家話。哦，清認真的出來好哦，是佢帶了這個經營一個油桐花的餐廳，用扮演大兵，用扮演就面對佢個，後來以其他的朱老師作為個欣賞啊。我知道幾隻戲出嘅咩係出名的一隻油桐花餐廳，幾隻油桐花嘅東江嘅地方，好漂亮哦，很值得回憶的一部戲。媽，我聽飛神講，講有宿舍嘅乜嘅欣賞嘅嘛？係啊，阿妹，今年沒有講到一個想種嘅欣賞，唔通講伊講法同神氣啊，係冇？種欣賞，啊，其實人會講種欣賞嘅事情咯。唔免還有講乜個強下伊那邊了啊？唔免啊。係啊，佢吐唔出了。冇讓某講嘅事情用青菜講咯。媽媽的秘密劇本很好，因為兩隻劇本讓本來上到眼眉，眼眉其實幾年前佢咪忙40歲嘅時候，佢是腦膜炎。
是头脑少坏的去，是当到你说妈妈的目珠地方，你想来看到当到伊的过去，所以甲俺做个早去那些，很多场景，就妈妈管到腹肚，想要出去啊，行到路呢，想要用白，想到妈妈。所以我当时要出给呼吸地方，就得看到我妈妈的心情。只是我想圆一个，想说是不是可以在妈妈的秘密里面找到一些跟妈妈的连接，就是这样。我不行，每次讲到我妈妈，我就不行。阮去倒带冰奶啦。嘿呀，冰奶呀。伊讲伊上迄落。来，来讲。哎呦，阿爸，你倒来做嘛干哦？哎呦，我买本阿父弄都用的，你那金子人哎弄唔见脱。带亲戚朋友来讲安尼啦，边贵边乖啦。然后本也烧些3年，嘿嘛。好，人还瓜在的。因为我一看到剧本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剧本太好玩了。其实它有很多底部懂得的古古怪怪的个性，其实从我私底下其实唔係像他咁樣，咩樣嘅啦。可是我從頭要當調皮哈，然後整弄人啊，樣嘅還個古古怪怪的事情。很棒的一个角色，然后他的剧本的整个跟3个小孩子的那个关系，还有我们客家女性的一种认命，然后那种不服输。记得有一场戏是特别，就是我代替大女儿去那个征婚嘛。你有冇去相親哦？我做團語相過情人。妈，唔講起來很有神哦。記得張威老到係唔會相親啊，還沒為到你呀的。該從去親友之時，該劇本底部寫講，該因為阿曲新曲嘛，其實佢婚姻要失敗時，迄就要給老公嫌棄。哎呦，用暗舞呢，是那個很好笑，就是我後生聽婚那些我甜茶嘛，佢頭那一看到我，哎哦，用曬到暗舞呢。你還記得我嗎？啊，我記得。這係我來的身邊啊。哦，是因為曬喏。我是了解印象是親情，所以新曲嘅3年其實去到佢婚姻要失敗時，就要佢跳舞，其實更過分。看我記到佢失敗嘅婚姻哈，是要寄託在3個女兒身上。佢唔管用扮演，你失敗了咩唔怕，你是要有好嘅婚姻，要本客家莊嘅人都看得起你，好唔好出個自住講你嘅快法。所以我親祖師離開族東咧，對客家當地嘅傳統嘅文化啦，韓國當地我是對客家人嘅半島好識啲，其他當地其實我冇沒有很了解。然後反而係出嚟拍客家人嘅戲曲嘅時節，我回饋了很多給我。